你有沒有過這種感覺？明明很想談戀愛，但真的有人靠近時，卻又忍不住想逃。今天想和大家聊聊混亂型依戀，這種既渴望愛又無法信任的矛盾心理，真的讓人好累。表現一：主動靠近後，又突然冷淡。你是不是也這樣？一開始超熱情，訊息秒回，約會主動，但對方真的上頭了，你卻開始退縮。TA 是不是太黏我了？我是不是不該這麼投入？然後突然變冷淡。表現二：需要安全感，卻推開親密舉動。你可能會一直問你愛我嗎？但當對方真的說我愛你的時候，你又覺得不自在，甚至想 TA 是不是在騙我？這種矛盾真的讓人崩潰。表現三：在信任和懷疑之間反覆橫跳。今天覺得 TA 是真心對我好，明天又懷疑 TA 肯定在騙我。沒有證據，但就是控制不住亂想。表現四：用憤怒或測試來掩飾脆弱，故意吵架，忽冷忽熱，甚至設下如果你真的愛我就會的測試題。其實你不是作，而是怕受傷，所以先推開對方。表現五：自我否定加過度討好，一邊覺得自己不配被愛，一邊又拼命討好對方，怕 TA 離開。這種低自尊真的讓人心疼。如果你也有這些感受，別自責，這不是你的錯，而是過去的傷痛在影響你。慢慢練習信任，你值得被愛。互動提問：你中了幾條？或者你遇過這樣的人嗎？評論區聊聊吧。